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9月16日的暗新闻，我是柯伯君。今仔日有啥物大事代，咱赶紧来看卖。巴西进口鸡卵争议，下晡农业部讲，目前市面上已经无生产的进口鸡卵，这摆事件是浪费超过5000万粒的鸡卵。可能因为厝边收差会高雄杀人案，今日警方是找到一支疑似是太死人的刀啊，目前警方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个姓吴的嫌犯。国道1号内湖路段中到12点外，有一台货柜车疑似违反反应，撞到3台轿车，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巴西进口鸡卵争议是串烧，下晡农业部讲，目前市面上是已经无生产的进口卵。这摆鸡卵事件是计讲浪费超过5400万粒的鸡卵，有价值有2亿5000万左右。农业部强调，国内鸡卵生产量是豆豆稳定，是袂影响到国内市场。高雄市卫生局人员甲消保官来到2品工厂进行体查，发现产品包装阿爸拢标示国产卵，验过2只其实滥用进口卵。另外，篮盒内底散卖卵也无标示品名甲产地，要来对业者开发。巴西进口的鸡蛋产地却标示为台湾，可裁处新台币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款。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6早起搁再质疑，什么拢是农业部讲准算，认为冷链根本无做到位，巴西鸡卵安怎会使保存120天呢？一上岸之后，我们根本查不到它的储存的地方有冷链，那这样效期还给他4个月，你是要民众吃坏鸡蛋嘛？农业部搁再举行记者会说明，强调进口鸡卵保存日期每一批拢无同，90天、110天、120天拢无同，是出口来原厂根据制造、运输、集会条件来订定。进口鸡卵一直到生产场进前拢低温保存，到生产场才回温，生产了后上温应搁再保存1个月，做法甲国内鸡卵相款。国内鸡蛋是洗选后大概1个月，那国外的部分，如果说我开始水洗的时候，原厂的一个保存期间是2个月，但是业者在实物的执行上，他还是标1个月。农业部讲，这市面上无生产的进口卵，回收落来也被重新搁提去卖。更加公开有5402万粒的鸡卵核准甲到期，巴西卵上侪占80%外，而已经消费甲等待消费的卵占整体37%，大约2亿外，是毋是搁伫咧制造浪费？农业部解释，这是2天库存量会做堆肥，未提出来市面上卖，是因为国内鸡卵的生产也慢慢伫回稳咯。也是考虑的国内市场的这一个通路样态，跟确保蛋农的权益。这时候的释出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国内的鸡蛋的相关的一个价格。有媒体追问部长陈吉中是不是为巴西卵的事件向社会大众现实的，但部长强调已经说明清楚，将来搁再面对有鸡卵的需求，以外的进口鸡卵，不过会进程流程，包含辅导生产业者做进口标示，让消费者更加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因为厝边伤吵，高雄一栋大楼发生杀人案件，有一对夫妻互楼骹一个姓吴的厝边摕刀啊刣死。今仔日早起1点外，警方伫万载大桥骹找到一支互衫包起来的刀啊，目前正咧调查，敢是迄支刣死人的刀啊。按样讲，目前警方也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个姓吴的嫌犯。记者暗时精神的姓吴嫌犯16早起经过警方审问了后，移送地检署复审，全程拢无讲话。警方表示，精神过程嫌犯全程拒绝回答，不过经过比对，伊走出阿发大楼的监视画面，手提一个塑胶袋啊，警方透明扩大搜寻，透早1点花伫嫌犯逃走路线的万代大桥骹，发现疑似防弹条的规支刀啊甲衫。第一次搜寻的时候，河水的水位比较高。所以我们第2次深夜水位退降的时候，我们是在比较接近河道的部分寻获到它的，距离岸边的按照目前的目测，应该是有5到10公尺。
嫌犯逃走的时，也讲换4套衫，制作断点，又话有部分的衫也咧找。警方阁询问大楼管理员，厘清双方纠纷，敢是都是策因关系。这一对受害者真的很冤枉，因为他们平常夫妻也人很好啊。可能也是长期被他这样误会，心里也是很不舒服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双方沟通情绪上没有控制好啦。针对这个命案，高雄市六等级班表示，关切打击犯罪决心，初步了解的嫌犯无精神疾病。他并没有精神疾病就诊的相关的一个记录，有一些内科疾病。那所以我想，怎么样能够在落实，能够更早的来发现一些潜在的这些风险。但今嘛也指出，主体策因问题定传出，会阁检讨精进公寓大楼管理，甲策因扰民纠纷调解。目前上重要的就是两囡仔的安置甲照顾。那检方核心的是嫌犯有缘使用鉴别权，因为涉犯杀人同罪，阁有逃亡灭迹的故事，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中和一个66岁姓郑的查甫人，因为徛喺附近的佛堂，常常放佛教的音乐，感觉真差。就伫半暝啊，摕钢槌啊敲破佛堂的玻璃。佛堂的工作人员表示，过去是唔捌有人反映过音乐收差的问题。去婆婆见家电话卡，查甫人摕着钢槌啊，突然向窗啊一直讲，连讲几下个，总算停落来，骑脚踏车离开。窗啊变做地图盲形，大上警示，提醒民众唔通摸。这栋佛教讲堂，初十透早1点半落地窗防降害，是防指控佛教收差列出来。我们现在楼上有保卫，可是车子这么的，根本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而且这边10点以后就完全没有人了。外送结束在13楼，你说噪音引起的，我们这边到现在有没有邻居有反映过？佛教紧急纠纷，就伫新北市中和一间讲堂105年设立，提供信徒礼拜。66岁姓郑嫌犯将佛经当作吵闹声音，讲是佛堂定播放，互伊生活受到干扰。不过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咧办法会才有上经，唔捌有人反映声音伤大造成困扰。一般我比较少听到音乐，他可能有放，但是我是没有注意听的，没有说有被吵到的感觉。郑贤与蔡姓屋主并不认识，是自觉受到讲堂讲课干扰，产生不满而犯案。就算嫌佛教收差，也无应该随意动手。查甫人闯崩降害玻璃，有11名的窗仔破损，今嘛处处也报案，警方以毁损罪hand送。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发生死亡车祸，今仔日中昼12点多，国道1号北向17公里的内湖路段，有一台货柜车撞到3台轿车，其中一台上严重的是弄甲密密麻麻，车顶2个人拢死亡，其他阁有2个人受伤。警方表示，这单车祸的原因，疑似是因为头前咧塞车，货柜车司机未负反应，是弄到内边车道的3台轿车，其中一台车是弄甲护栏制造火，是严重变形，车顶是一对翁仔某，2个人拢死亡。另外有一台车也有一个查甫甲一个查甫是着轻伤。这单2死2伤的车祸详细的原因，还阁咧调查。所来关心天狗类的疫情是一直拖，全台确诊病例已经有8000例左右，其中是以台南市上严重。县市长陈建仁今仔日下晡到台南视察，伊讲天狗类的疫情是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台南市政府也当咧拼化学防治工课，但是这是引起民众不满。就有民众拒绝市府伫厝内喷药啊，是互开罚6万块。针对开出现蟒虫生团的酋长，水沟挂防疫人员加强化学防治，就连假日也动员人力组清，全台爆发天狗的疫情。台北市政府加强客在工地资源回收场等，目前已经累计开发15件无清积水的。另外，环保局鼓励民众检举，只要发现生态源，会当得到相关4500的奖金。防治登革热最根本的话，还是在这个滋生源的一个清除是最为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确诊案例，如果这个化学防治作业是提供辅助手段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天狗
考虑疫情严重，台南市上受影响，目前累计超过7000例本土确诊病例。台南市政府除了严格落实大区域化学防治，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到台南视察指出，天高地是气候变迁挑战，政府需要甲民众同齐消灭生态源。现在很好的看到有一些顶端下来的时候，就把它压到底，最安全哦，不要说我们反正10月就坐在那边等10月以后的，绝对不行。上午刚做完化学防治，喷完，然后这个下午就中午的大梅雨，下午的盐水，化学防治常常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台南市政府表示，已经执行56000户化学防治，完喷率99%。也不过，连日喷药啊引起民怨，有民众拒绝式来喷药啊。卫生局推出今年第2张拒绝喷药6万的罚单，最近会搁打补喷通知。若唔配合会搁罚，强调加护防治是必要手段，呼吁市民配合天高地防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访问美国的行程，头一先是先伫纽约访问2个外交智库。侯友宜讲到美国、台湾、中国的3方关系，强调台湾加强自我防卫是上重要的。另外，这摆行程，侯友宜也到纽约市的警察局参访联合指挥中心，也拜访共款办事警察的纽约市长 Eric Adams。就是这张相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纽约市长亚当斯握手开讲，虽然是正式会晤，不过2个人拢是警察出身，双方也分别会在明年甲后年的面临选举挑战，2个人见面是互相来加油。另外，美国智库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 NCAFP 会长艾瑞特是亲身接待侯友宜。美国时间15，侯友宜拜会 NCAFP 甲外交关系委员会2个智库，讲到美国、中国甲台湾3方的关系，强调强化自我防卫是上界重要的。伊也讲有信心甲美国以及全球各国斗阵徛斗阵，大家来解决国际社会问题。中国大陆的意图不会存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安全，也不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加强国防军备，遏止大陆动武。伊阁转往纽约市警察局去参访，情治警察及时打击联合指挥中心。侯友宜送予局长爱德华卡班一座关公箱，希望共同实现公平正义，也希望参考纽约打击犯罪经验，了解他们的整个整合资讯以及立即打击犯罪，可以用声音去辨别子弹的这个来源，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新的科技。侯友宜是要参观纽约市报总部，所来骨干去参加侨胞的参宴。开场用人赛表演来欢迎侯友宜，侨胞用热情来表示支持。In 2024 will be a year when the people of Taiwan seek change, because only with Mayor Hou Yaoyu of the Kuomintang elected as president can Taiwan regain hope,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 have a brighter future. 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的新竹组处，互人检举有违法建筑，新竹市政府也搁咧判断当中。今仔日郭文哲的妈妈说已经甲伊拆掉啊。也若讲到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时是到婚礼拜拜，现场煞有出现国民党籍的议长。罗尾的企业家郭台铭的副手赖培霞，当然因为有美国国籍的关系受质疑。工人无用出入日顶柜剔除拆除作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新竹老师方检举顶楼违建，无等新竹市政府都法局勘查认定，郭妈妈16决定家己拆。伊讲要甲谁讲，咱也无法度啦。伊是官，我是民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同款假日违建风波，经济部控务局甲新北市政府顶日到赖清德新北办理劳事会勘，控务局认定无属于控业用地，也毋过后续地无变更，甲电销物甲是合法由新北市府负责。那赖清德早起前往婚礼进行参香记号，也无国民党籍婚礼管局长心中内容，突然出现，要引起政治联想。下昼是到屏东为党籍立委参选人，将嘉宾等人纠关社事。
早起郭文哲出席总统候选人教育论坛，讲到教育政见，针对政府力推2030双语政策，郭文哲泼冷水，唔通只化考核。新加坡用28年才落实，台湾需要推动双语政策，因过时间唔对，师资不足，做袂到。台湾的教育并没有消弭贫富悬殊，并没有变成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工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访港邀请资深家人赖培霞担任副手，不过赖培霞评论学历相当国际问题，也不过过办证实2个人17会当再到中选会登记参选，也保持乐观。赖培霞会当伫期限内放弃美国籍。其实并没有到说一定要3到6个月啊，我们看到林瑞雄的例子是2个月以内就拿到了完整证明，甚至时间可能会更快。伫郭台铭登记参选中选会18公告了后，黄士修表示，全台都会正式启动联署，也代表郭台铭独立参选进入后一个阶段，目标超过29万份的联署地函。记者综合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拜访罗西亚，16个参罗西亚的国防部长见面，佮参观通早核能武器的战斗飞行机。美国家指出，金正恩这几天伫罗西亚的行动会加强北韩的飞弹能力，但是罗西亚是随否认这个讲法。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落车了后，行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个人握手了后，则会行红地毯。在俄罗斯家己对欢迎，还有绍伊古的陪伴之下，金正恩伫距离海参崴差不多50公里的科涅维奇参观俄罗斯展示的战略轰炸机，图160、图95甲图22 M3 战机甲超音速飞弹。这战机拢会当搭载核武飞行，嘛是核武控制的主力。在金正恩问真济问题，拢有得到回应了后，金正恩又搁伫个绍伊古大领之下，去海参崴参观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沙普尼斯科夫远水号驱逐舰。这个拜访俄罗斯，金正恩参观真济军事技术的生产工厂，再个参观俄罗斯的航太制造厂，和欧美国家烦恼工厂的生产力，会当加强俄军侵蚀乌克兰的战力，嘛会当支援北韩的飞弹计划，也无克里姆林宫马上否认。Не об этом, по другим темам никак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подписано не было. Не было таких планов.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未违反甲北韩有关系的任何协议，也毋过会用其他的方式继续甲北韩发展友好的关系。国际新闻台是童平玉。杭州亚洲运动会就要第23开幕咯。今仔日总统蔡英文是到国家训练中心参与授旗仪式，行政长陈建仁也到场参与，替选手甲教练加油。上一届的亚运，我们获得了17金、19银以及31铜，写下台湾近20年来最好的成绩。虽然这次的亚运受到疫情的影响，延到今年才举行，但我相信延期对各位来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我和国人都非常的期待，大家都能够展现苦练已久的实力，为自己也为台湾争取最大的荣耀。这摆杭州亚洲运动会，台湾有521个选手参加。总统蔡英文是发30万块的加菜金，还有护身符给代表团，分别由亚当选手郭幸纯、柔道选手杨勇为代表之下，帮代表团通争取上好的成绩。然后讲到台湾羽毛球选手戴资颖伫顶摆亚洲运动会是摕到台湾头一块伫亚洲运动会的羽毛球金牌。这摆想要搁再拼头名，戴资颖讲是真无简单，但是一定会拍拼争取。下半年比赛较侪，佫接甲真严。戴资颖甲团队转来国训中心3-4天，伊佫爱出去。毋若训的时阵爱更加快速来投入，也爱克服时差问题。有时候会有比完赛你可能会想要休息几天，就是至少你不用很早睡，然后很早起来这样子，对，就会有几天可能会稍微比较晚睡一点，可是这样可能就会休息就会没有这么足够，就是后面可能就要更注重这个地方。休困有够，困了饱，因更加专心地训练甲赛场。离亚运之前有世锦赛甲中国公开赛，亚运了后接奥运赛，再来是年终赛，对争取奥运积分真重要。
其实现在最主要应该是维持，不要再让排名就是掉到比较后面，可能在奥运的比赛上面会有站到比较好的种子的位置吧。加上亚运无算奥运的积分，杭州亚运因为疫情，然后一年伫奥运积分计算周期，小戴讲嘛爱拍拼来争取。你家己是顶一届女子单人的金牌，不过平常时有关心拍球的人会知影，今年女子单人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准备上来讲，我还是会先以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对手还是一样非常的强，毕竟这3个现在都很难打，对。中国陈武辉、日本的孙考前、韩国的安世莹、姚家基，女子单人当今4强拢伫亚洲。小戴讲亚运每一场拢是真硬斗的。4强基本上是我给自己的基本门槛吧，对。然后，但是因为4强来讲，我在想应该就是又是另外3位选手，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打到谁，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胜利。地主因坦白讲，想要夺牌无简单，不过一定会尽力来争取。29岁伊早已经宣告，明年巴黎奥运了后，2024年底会退役。对球迷来讲，无论比赛结果安怎，看一场是减少一场，至少一直场上的特色，以及展现精彩球技的每一刻。记者综合报道。听他对于庙会顶头斗阵出现的八卦音乐，伫过去是社会大众的流行音乐，但是经过一寡历史变迁甲社会观念的改变，真侪现代人对八卦也是顶头拢有错误的刻板印象，致使传承是愈来愈困难。今仔日新北市文化局举办活动，邀请国小学生到已经有153年历史的台北道光灵安社参访，望更较侪人熟悉这寡台湾文化。对八卦演社的成员最近体验八卦音乐，福利派的唱调安怎唱？新北市文化局举办文化资产交流体验活动，邀请新北市江水国小八卦社的学生，到已经有153年历史，互人指定做文化资产的台北道光灵安社参访。5年级。5年级，所以你从2年级开始学。3年级。3年级。原来学的新呢，包括阮的若较大，阮的人啊休困时间，家长若同意，我会带去别个演社就对。江水国小八卦老师林宗杰表示，现代人对庙会顶头有错误的负面印象，也是认为八卦音乐就是吵吵闹闹，所以有兴趣的囡仔并无多。新北市文化局表示，望透过活动带囡仔入门，认捌台湾的文化。八大八个关系吼，即马拢伫咧合作。咱希望这县市的交流，会使每一个所在的小朋友拢会使认识咱其他关系的这传统文化，去了解这个八卦的概念啦，不管是锣鼓还是说戏曲，还是说丝竹等等，路拄着讲八卦，讲啊，这是八卦，啊，唔是讲足差的声。以八卦老师教学现场的经验，一个八卦社团只有10几个学生，本身家己有兴趣来学的，大概1半左右。凭其他的西方音乐，八卦因为社会刻板印象等等因素，推广是愈来愈困难。不管是学校的八卦老师，也是演社成员，拢在咧找方法继续传承这寡台湾文化。记者郭文婷、凯台北报道。台南的本颜料雕形宫的金狮阵，传承到达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年是头一摆参与湘西大典的演出，因伫湘西大典会有7分钟的精彩表演，祈求国泰民安。拍了弄个闹猜猜，因当咧拍鼓，准备要拍拳做练习。台湾传统艺定800款，去年国庆大典邀请西港挂乡的3队舞阵，包括保安宫大天府的白鹤阵、西港公主宫甲安南区兴安宫的金狮阵。那今年嘛头一届互邀请上北表演的本颜料雕形宫的金狮阵，对1920年成立到今，传承104档，从起早迎来守护地方，后来煞变成生命的顶头，佮存无1个月就要上场啊！庙方表示，因全装拢动员起来。
一礼拜练4届精密练练习。来这里练习金丝针是要上台北的，练这嘛当做一个运动跟休闲的活动安尼。阮的特色是讲啊，比如讲这，阮的是有世代传承，阮包括伫老中青，就开始种一直阮的，拢是一代过一代，一代传来。本年了雕形奖的狮头是用写落去做的，在地人拢叫狮祖。比方讲，因开馆够大，无咧下馆。平常时狮祖就放伫咧庙奉参拜，然后决定加请一只。不过特别的是，这届国庆大典会使一届看到3只狮祖出门的景象。这个狮头表演一般拢是一只狮尔。一只狮祖咧带尔，这南方的100年有一届机会，所以较有这届参加国庆，较有当安尼有3只狮祖来出门，这是特别非常的难变。金狮顶伫西港挂香舞顶是黄卡筋系统，每一个卡筋的卡法筋路拢无同的特色，因将要伫后个月国庆带来7分钟的精彩表演，要互全国看到100年金狮顶出庭的威风。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落尾高岛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北君。稍等呢，请继续收看青春的内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